自然演化的天地万物三甲音声，路路以大尊名，树木田园水泉，乡冲大海关山，显明校园灵阳光，真爱公益昭彰。这首歌是咱要保留咱上帝所创造的造出的，啊，搁有咱的诗，咱来做伙来吟圣诗67首，来吟全首。我心如如兄弟，主怜悯我怜悯，体会我弥撒高音响，我为多足量，就把它不推走，永久可会观所。愿命运光环灵灵的进来，我必成真。我心如兄弟，虽然艰难烈烈，空有归家灵气自强，我已跨足了。你最早不记罪，我会被记随，这个就爱两口最爱，你我情爱，我心如兄弟，体会不对情味，随梦海海将西秋天，我已勇敢的心，心高领导对酒，热zul对对接流，推给高贵好最亲为弟兄弟。第首的是歌圣诗246首，上帝疼痛领会一切，上帝疼痛领会一切。天顶欢喜降落地，求你点阮伫你心内，献出你团仁爱。救主，你是慈悲怜悯，你会听无限的纯真，将你救阮一时降临，救去阮家也的心。上帝疼痛领会所有一切，咱用欢喜的心来回应上帝的疼。兄弟家堂了给你在天地花的光高远，如你条光明心来，人主你的光进来。我
兄姐大家平安。礼拜要开始之前，请咱先从咱的手机声音切掉，哪怕用1分钟的时间，安静咱的心，注意今仔日透早的礼拜。因为耶和华上帝是日头，是银牌，耶和华赏赐轮回甲阳光，伊袂捌留下好物，无也会行正直的人。咱做伙来吟诗阿拉上帝，圣诗第67首，我心阿拉上帝。圣诗第67首，我心阿拉上帝，请咱起立来吟全诗。Amen.
心中风雨滚烫别时，心若一高为酒，那主你的进入，你也高为好最敬畏，愿能为你守约。圣经来个咱的信用。我信上帝，全能的创造你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的生命，咱的主，伊对圣经打开，伊在这路马的指示，伊本着的个人来生活，这是个信赖中的路，在伊之上的我，今天他这一段的小的话语。也对他的生活和信仰，我信坚持，信不过我大会，信我的生活，最下的要给我，因为我们阿门。请坐。咱三个来体验上帝的话，体验问题九篇，信息后面体验问题九篇，是诗篇32篇。过失得着赦免。罪过得着伊个哭。耶和华无算伊做有罪，伊个心无干在。我静静的是，我的骨头苦大。我对你摆咧我的罪过。我讲我要对耶和华承认我的过失。因为安尼，竟然虔诚的人。通找着你的时，就遇到你。你是我闪避的所在。你要用得救的时光是为我。我要主我看你来宽解你。用马甲场马咧说角索音。歹人受最多的苦难。恁义人啊，就因为耶和华来欢喜快乐。咱做伙同心来祈祷。主嘅上帝，我们感谢你，你是大宽容的上帝。每时刻你拢看顾我，我献上阮的感恩，感谢你，带我来到你的圣殿，伫圣的主日，我们三个组织，同心合乐敬拜你。主啊，我要伫你的面前，单用诚实来认罪。我的心时常软弱，常常照着世界来行，常常受到撒旦的试探。我要承认我的能力真正有限，但是你的救恩。阮无啥物通夸口，若是你的赦免，阮所做的拢是空空着我；若是你的拣选，阮无有信心来到你的面前；若是你的爱，阮无法度赦免辜负阮的人。求主时时刻刻提醒我，帮助阮靠着主公平壮大来对这个世界，使阮智慧来闪避魔鬼的引诱甲魅力，互阮一生行伫伊所爱阮行的道路。天父上帝，阮也为着教会进行中的这个事工来代祷，求主继续引带看顾教会会堂安心的工程，用平安顺利来进行。让阮看到教会空间硬体器材负面，有日换新的时，也求主进入阮每一个人的心，帮助阮，引带阮。阮知阮的身躯会随着时间渐渐衰烂败坏，但是阮的内心却要因为较无决处三个人，主的带领，日日换新，活出靠主得胜的人生。下礼拜开始就要进入大降节，我也要用感恩的心，准备要来庆祝救主耶稣基督的降生。今年的圣诞节，我们继续为着异性的处理朋友，透过福音音乐布道会，用音乐演剧，做福音的见证来宣扬福音。求主亲自带领，也好经济。
感动搁较侪人的心，互因的种子进入因的心，开始来明白主。伊伫人的主，咱也要纪念艰苦奋斗，大道做伙人礼拜的兄弟，恳求主怜悯，看顾伊哋，互因倚靠上帝，伫你的恩典中有平安、有光芒，身体互你勇健，早日来获得健康。失去亲人的，也求主亲自安慰，扶持因行过忧伤。迄时阵呢，较无的心，领受上帝你话命话，完将今仔日的敬拜，完全交托伫你的手中，将阮的感谢、恳求摆咧伫你的面前。阮的祈祷无完全，我也要用主你所教导阮的主祷文来祈祷。天地的美，我的良心，你的道明白，你的旨意明亮，你的清楚理，我的心来仰望，下面我的国度，亲像我的下面国的我的你传我离弃，你为我你的爱，你我观念你任何事之所，代代为之。阿门。同齐来恭受上帝的话，今日要读的圣经记载，圣经新约马太福音第16章13节到20节，马太福音第16章13节到20节。耶稣已经到该撒利亚腓立比的境界，问伊的学生讲，人咧讲人子是谁？因讲，有诶讲是行洗礼的约翰，有诶讲是以利亚，搁有诶讲是耶利米，是先知人的一个。伊就甲因讲，若是你讲我是一锤，西门彼得应讲，你是基督，真我上帝的囝。耶稣因伊讲，西门伯约纳，你有福气啊，因为迄气肉体无指示你，就是我伫天灵的要指示你。我搁甲你讲，你就是彼得，伫即个石盘顶，我要起做我的教会。阴府的管辖也袂赢伊。我要用天国的锁匙互你，伊若你伫对面放个，天灵也要放伊。你若你伫对面放个，天灵也要放伊。彼时就警戒学生，无伫甲人讲伊是基督。圣经读到遮，即时请圣歌队来带咱赞美。今仔所要念的诗歌是主点我心内，无惊也自在。
这是请各牧师来证道，让你牧师要甲咱分享的题目是成功的保证。平安。这世间无人拒绝成功，这个世间无人愿意讲，我的目标就是失败无。这个社会也是伫教育内底，咱伫长大的过程中间，咱拢知影，做学生的爱成功，做爸母的爱成功，做一个基督徒嘛需要成功。成功的人的故事，甲咱讲，如果咱会当成功，人生就较幸福的。毋过，成功到底是啥物？正前有一个一年的薪水超过700万的人，伊想要去开课，去甲别人讲，怎样会当变做成功的人生。但是即个想看卖一年的薪水超过100万，代表一个月的薪水领58万。遐尼济个薪水，看起来是真成功的人生，敢毋是？不过，只有领薪水几百万的人生，才会当叫做成功吗？敢会当讲，一般上班领几万块的人，伊是失败，互人应该互人看轻吗？绝对毋是，特别是对基督徒来讲，即种的定义是真正是做基督徒的成功吗？成功是形容人
伫所定的时间内底，爱完成当初设定的目标，到尾有一个好的结果。世上对成功的定义，差不多拢几六项，就是有钱、有车、有房、有厝，以及一寡应该有的拢有。总是你若注意去看，一寡逐项拢有的人，伊无一定真正快乐，也是讲，伊比成功以前搁较烦恼，也说不定。有一个日本的作家，伊讲一句话讲，成功的相反，颠倒边毋是失败，成功的颠倒边是啥物拢无爱做啊。对基督徒来讲，基本上咱已经得到成功一切的条件。顶礼拜的讲道的经节内底，上帝话安尼讲，上帝有用伊的权能，将健全生活所需要的一切赐予咱。圣经记载讲，上帝已经用伊的大权能，将健全生活所需要的一切赐予咱。伫万民的中间，只有基督徒才有即款的特权。伫世间人的当中，只有上帝囝儿有即款的快乐。不过，毋是讲你若有领受洗礼就保证你一定成功，嘛毋是讲你坐伫咧麦堂内底就代表你一定真有信心，因为圣经记载成功的关键记载伫顶礼拜所讲的讲道的第3节。成功的关键是通过咱对上帝的实在。意思就是讲，人实际上有偌济认捌上帝，伊领受的快乐就有偌济。人认捌上帝有偌深，伊的信心就有偌深。亲爱的弟兄姊妹，无论你已经信主偌久，毋通今仔日安尼就满足。咱可能知影，可能你伫教会大汉，可能你伫团契长大，你做过团契的书记，你做过青年部的会长，你会晓弹琴，会唱后首歌，逐项的聚会运作你拢知影。办活动你嘛有真丰富的经验，因为安尼。可能你感觉甲上帝真熟，常常听到有人讲啊，这一切我拢知影，教会的事就是安尼办办尔。如果你是安尼感觉嘛无要紧，不过你绝对毋通安尼就满足。大家互相勉励，爱搁较渴望，较渴望进一步来实在上帝，实在上帝的工作，体会伊的权能，感受伊圣洁的同在。因为你哪侪认捌上帝，就哪侪经验着伊奇妙的作为，真自然的，你的生命。一定会愈来愈成功。马太福音记载，耶稣来到凯撒利亚腓立比的境内时，伊问伊的学生问门徒讲：人讲人子是之罪，人子是啥物人啊？门徒回答讲：老师啊，听讲有人讲你是行水里的约翰。听讲有人讲你是以利亚，嘛有人讲你是耶利米，也是先知中的一位。
耶稣听了后无啥满意。耶稣进一步问学生讲：啊，恁讲我是啥物人？恁的答案是啥物？这时彼得应讲：你是基督，永活上帝的子。You are Messiah, the Son of Living God。了后，耶稣甲彼得讲：西门巴约纳，你真有福气啊！因为甲你启示的毋是人，是我的天父。彼得，你真有福气。到底彼得得到什么款的福气？什么是福气啊？是奖金500万，还是抢到一台车、一间厝，还是免费去旅游？请下世间人规天拢咧受的即款的福气，是毋是即款的福气？耶稣形容彼得真有福气的原因，是因为伫彼得眼中所看到的耶稣是真正的答案，是正讲的答案。伊所领受的启示，耶稣甲伊讲，毋是对人来的，是对上帝兄来的。不过，对一个人来讲，对上帝兄来的物件，无啥吸引力、吸引人，拢无爱，因为人的一生拢咧少年地上的事。天父将伊家己对彼得显明，所以耶稣讲：你彼得真有福气啊！耶稣即句话的意思，代表彼得有福气，伊一定感觉真欢喜快乐。亲爱的弟姊妹，因为当咱每一摆伫生命中的其中的一个部分，甲上帝相拄的时，当人甲上帝相拄的时，福气就随时临到。当天顶的福气临到人的时，人的反应就是心中真自然欢喜快乐。你有安尼确信也无？假使你的家庭关系，你伫家庭关系这项代志顶面实在主，而且将上帝对家庭关系的教导活出来，活伫生活中，你就真自然、真欢喜快乐。你真自然就想要过一种上帝眼中的家庭健康快乐的生活。所以你无爱继续高念你的丈夫，无要继续控制你的有钱人，无要想要直直拍你的囡仔，因为你确实将你所领受上帝眼中家庭的价值运用伫生活中间。你若安尼做，你的家庭生活一定真快乐。而且，当你安尼做的时，恁兜会变做一个天堂。你有安尼确信也无？不过，关键就是你对家庭的观念，一定爱甲上帝对家庭的观念是一致。咱的眼光爱甲上帝的眼光一致，才会通啊。所以，咱生命中间倒一个领域、界限，
范围部分，无论哪一个领域，咱的生命跟上帝一致的时，在上帝对齐的时候，祝福就随时临到。因为上帝已经替你备办好一切的祝福，伊的应允是无受到限制。干那一个办法尔，就是只有用信心活出伊的价值，伫上帝已经应允的内底的条款，拢会变做你生活中的经验。彼得，耶稣问学生了后，有其他的学生讲：你是咩物人？彼得讲出一个耶稣真满意的答案。了后，耶稣甲彼得讲：你是彼得，是石锅。我要伫即个石锅顶去做我的教会，应付死亡的关系。拢袂会赢过伊。亲爱的弟兄妹，毋通袂记哩，彼得是一个真冷静的人，彼得是一个三不五时出问题的人，彼得是一个真冲动，是一个不能讲的人。总是上帝甲伊启示一对天顶来领受的财物，实在，互即个软者的人变做刚强，变做好大，而且互耶稣会当放心，将伊的教会建立伫即块石锅的顶边。事实上，无偌久，彼得因为伊愈来愈熟悉上帝，伊的生命内底愈来愈产生一寡正确的理解甲答案，互伊的生命愈来愈活出快乐，活出信仰的快乐，活出信仰的权柄。到尾，圣经记载，连彼得的影。彼得的影子啊，拢会当移地避人，这是圣经所记载。当一个人的生命建立伫真稳固的石盘顶面，建立对耶稣基督的人物，安尼上帝就会当透过咱。去帮助其他需要帮助的人。伫上帝的启示内面，有大权能甲权柄。当彼得的眼光甲上帝一致的时，天顶的启示连米就临到伊。所以每一个基督徒需要真认真去做礼拜，这项大家拢有。爱真认真听讲道，大家拢嘛有。读圣经，读圣经了后，爱直直咧孝念上帝话，默守上帝话，而且爱伫读圣经的内底爱决志要倚靠上帝话来活。这是上要紧的，毋是做礼拜了后完全甲做领受的真理无关系，嘛毋是对世俗的法则来行，爱用上帝教示来活，直到咱愈来愈熟悉上帝的时，咱伫生命中间每一个领域、界限、范围、部分，不断领受上帝的启示。直到得胜为止。亲爱的弟兄妹，你可能有伫问讲，
安尼才会又去继续。可能有人为着身体上可能癌症，也是肿瘤，直直咧祈祷。伊真正是付出真侪个时间去代价来祈祷。不过，伊看到伊个状况有完无改善，总是当伊领受对上帝遐来的一句话来的时，伊就认为得到是真理的财物。这项真理的财物，会当互伊对伊的病痛的中间得到讨伐。真理的启示是一个人，互一个人有缘徛在的根基，毋是干那病得着医好尔尔。更较重要的是为着规个生命进入完全。想看卖，咱若对上帝遐领受即个丰盛生命的启示，这是耶稣讲的话。耶稣讲，伊来是为着人会当得到丰盛的生命。不过，伫你的生活中间，可能真艰苦，伫财务的状况还未突破以前，看袂到丰盛生命的基础。不过，你会当做的，就是继续坚定、坚持，继续伫野种，继续伫帮赞送向人，继续坚持11奉。虽然看起来是无够，毋过当你继续来顺探上帝教示了后，忽然间有一天，上帝甲你启示一项真理，这个真理就会当变做上帝要互你丰盛生命的根基。上帝已经用伊的权能，将伊敬虔生活所需要的一切赐予咱。关键就是咱想要过一个敬虔的生活。咱需要确保上帝的真理，咱需要确保互真理来管理咱的人生。耶稣讲，我要将天国的锁匙予你，伫地就禁止的，伫天顶嘛会禁止；伫地就所允准的，伫天顶嘛会允准。这是耶稣互彼得的应许。有一个少年人，伊伫悔改信主以前，是一个真平凡的人尔，甲一般世俗的人共款。伊的生活真散漫，真冷漠。当伊19岁的时，伊接受耶稣进入伊的心，迄当阵。伊就决志，无要继续甲同款的少年人过的即种犯罪的生活。伊家己见证讲，当上帝话临到伊的时，伊就领受即种的快乐，愿意脱离旧的生活的方式，而且爱有一个动力去学习顺服上帝。虽然这是一开始的时无遐尔简单，总是伊有决心继续操练，用上帝的眼光去看伊家己的世界，直直挖靠上帝的快乐去征战，不断拒绝一切未下上帝心意的价值观，听候。上帝予伊生命改变的机会，无搁互负面的思考思想来影响伊的未来，建立一种甲上帝同款的眼光。
到尾，互伊家己做见证，讲随往伫患难的中间，伊犹原徛在。咱应该伫生命中，伫咱的生命中间每一个部分，拢应该邀请上帝加入。伫每一项领域的中间，追求上帝的心，将生命建立伫对上帝遐来所领受的启示顶面，照上帝的法则去行，甘愿顺服伊的旨意来活。伫人生的中间，当人开始愿意完全顺服上帝的迄个部分，就会领受上帝祝福。亲爱的弟兄姊妹，咱的生命中间分做一个真侪无共款的部分，有工作的部分，有财务的部分，有教囡仔的部分，有夫妻关系的部分，有看世界的部分，有看政治的眼光的部分，拢每一个部分，拢需要邀请上帝加入。这个原则会当运用伫家庭。伫上班工作的伦理，伫家庭、伫人生的中间财务的管理，会当运用伫咱侍奉的生活、教囡仔的教育、夫妻的关系等等。上帝已经授予咱一切的需要。如果你犹原欠缺一寡物件，可能原因是伫迄方面欠缺对上帝的实在，以及对伊的顺服。有真侪基督徒表面上有真无用的宗教生活，实际上，因我的上帝的囝，无伫伊带伫伊内面。全世界拢共款，人来到教会参与聚会，这嘛无代表伊就真实在、真捌、真理。读圣经嘛无代表伊一定领受启示。总是咱需要用正确的方法去实在上帝，用正确的方法去实在上帝，当真实的启示临到咱的时，咱就经验到上帝奇妙的作为。亲爱的弟兄姊妹，伫咱的人生的中间，有可能有真侪的问题是别人无法度了解的，你看起来别人嘛无法度帮衬我，是真艰苦的，真很难处理的。不过，咱伫遮会当三个勉励，因为耶稣讲，伊凡事拢会。伫耶稣的手中有掌管一切事物的权，遮的一切本来已经授予互咱。你的人生成功也无，关键伫你对上帝的实在。你应该而且会当完成你人生的目的甲目标。如果你甲上帝之间有一种真亲密个人的关系，这种关系会当继续保持，会当继续建立，会当愈来愈好的时，
至少我绝对相信，你伫公司内底一定是一个上好的主管，你伫公司内底一定是上好的员工，你若是读册的，你一定是一个上好的学生，你伫教会一定是上好态度服侍主的人。你的生命无需要受到限制，因为上帝已经永远互你的，已经互你。阮的责任就是互全世界看见上帝就是光。耶稣伫腓立比经内甲门徒问的问题，传过即个历史，到今仔日对教会有缘是一个真挑战的问题。即个问题的答案会决定教会的命运。生死攸关的重要时刻，耶稣是啥物人？如果是一支军队基督的人所组成的团体内底，伫一支家己称家己做军队耶稣的人的群体内底，即阵人面对即个问题的答案，若是有缘步步无平，世间竟会当有可能看见耶稣就是光。如果大家拢甲基督活斗阵的人，伊根本就无熟悉基督，安尼，咱怎样会当甲别人介绍基督就是主？亲爱的弟兄姊妹，这群学生已经跟耶稣行有一段时间，嘛加减受过一寡训练，看过耶稣所做的代志。耶稣来到腓立比的境内，给他们出了一个期中考。恁讲我是基督。圣经记载，大部分的学生讲一大堆无关重要的答案。听讲你是行水里的约翰，我听讲你是以利亚，伊听讲伊是先知的其中一个。你看到耶稣的表情了无？恁已经面对我有一段时间，即摆伫问你，我认主是基督，你讲的是别人的答案。必定的答案，互耶稣的心满。必定讲你是基督，永远上帝的囝。如果耶稣就坐伫第一排，现在伊站起来，问咱来到教会，恁已经设立教会66年，恁内底所有的人对基督的实在是啥物？认主是基督。亲爱的弟兄姊妹，
彼得的答案毋是黑白讲。彼得讲了一句话了后，一用行动来证明伊对基督的实在。彼得是教会的石棺，彼得到死的时，一生诚做忠心的奴仆。亲爱的弟兄姊妹，咱教会会当有一个共同的答案，也无？因外主若是来拜访咱的教会，伊问教会，恁讲耶稣是基督的时，咱的答案是啥？咱的答案直接影响规个教会的答案。愿上帝帮咱，虽然伫学生的中间，只有彼得看出耶稣是永活的囝，嘛愿上帝赐福，互彼得看见耶稣是上帝的囝的答案，甲咱激励，互咱进一步熟悉上帝。咱若伫生活中邀请上帝加入，咱若是伫生活每一个部分甲上帝相拄的时，咱迄个部分就一定会成功，因为上帝已经用伊的权能，将敬虔所需要的一切收赐互咱。请做位来祈祷。特别上帝求你来帮咱，互阮会当领受对天顶来的困难。阮愿意我靠你诚做成功的人生。阮讲的成功，毋是世间人讲的成功，是上帝用伊的大权能，将敬虔生活所需要的一切，拢赐互咱。求你来保守，互阮会当伫天顶透过耶稣基督来领受即款的快乐，互世间人看见，然后教会有上帝伫遐，阮的生命中间有直直会当见证上帝的大权能、大快乐，互阮的生命会当互人看见耶稣就是光。用光归乎你，我咧祈祷靠耶稣基督的名来求，阿免。请咱所有分享，请咱起立来因回应的诗歌，圣诗第246首，上帝听谈，难过一切，来回应今仔日的信息。Yeah.
是安用感恩的心来吼，啊，使同工。请坐。这是来报告，报告进行，咱请牧师来补充。兄弟姊妹平安。2025年开始，教会的组织有一寡的改变，就是本来的礼拜组甲典礼组合作会变做一个礼拜组吼，所以减一组了后，咱增加一组是牧养组吼，所以牧养组以后迄个教会会当会设立一个区长，就是迄个其中的一个长老吼，所以礼拜组下面有一个事工，就是麦子剧团哦，伊有负责有拍那些影片哦，所以今仔日已经拍了4个影片哦，所以已经完成第一步怎么讲？第一步迄个见证哦，所以今麦来看那个志文兄的那个见证哦，其实麦子乐团还有一些同工帮我们简介哦，我们来看一下几分钟的内容。我出生在一个有基督教信仰的家庭，从小呢，我好像就有参加幼师，那
生在一个有基督教信仰的家庭。从小呢，我好像就有参加幼儿系。那有了幼儿系之后，我就在主日学里头学习在圣经上面的关于摩西还有耶稣的故事。那长大以后，虽然在外地求学，但是每个礼拜我都会跟我家人一起参加教会的活动。那一直都在教会的活动，所以就觉得好像成为一个基督徒是一个必然的结果。我记得我是在大学年级的寒假的时候正式受洗。那我从国外念完书回来之后，开始工作，一直都是在业务行销方面的，特别是在半导体材料的销售。出差实际上是这个行业不可避免的一个常态。经常是这样天北地南的这样出差，国内国外拜访供应商、拜访客户，应对这种高张力的工作。终于有一天身体就受不了。身体受不了之后就出血性中风，就进了长庚医院。这一次的中风使得我的生活出现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那我的人生一下就从彩色变成黑白。不管我是多么厉害的业务，也不管我在公司里头是多么高阶的主管，不管我还有什么人生目标，还有什么要追求，或是要带我家人去哪里旅游，一切都归零了。出血性中风之后，躺在这个长庚的病床上面，我的内心是非常的恐惧的。这种恐惧和不安来自于我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我也不知道我银行户头里头的钱够不够支付我以后的医疗费用、生活费用，可能还需要长期的看护来照顾我。在这种经验之下，我内心非常的不安，而且非常的恐惧。我忽然为了你想到了曾经在我生命里头的主，就不知不觉的就跟他开始祷告。当我内心的不安、恐惧一直对他诉说，一直求主保守、带领，就这样一直祷告。我就这样睡着了，但是隔天早上我醒过来之后，我突然发现我的心情就又回来了。我突然间我对未来我不再惧怕，我也不再有不安。我发觉我的主在我昨天的祷告中，他再度的接纳我，再度的保守我，让我不再害怕。但我知道我的后面永远站着一个主，他将会用他大能来医治我身体的病痛，并会一直看护着我，让我在人生的路上不再彷徨，不再失去方向。那我在长庚医院待了6个月之后，我出院了，又重新再回到职场。那工作内容也被调整成为不用出门的业务。那经过1年半之后，我被公司指派到上海，去担任分公司的总经理，重新恢复到忙碌的生活。那坦白说，在上海的2年半的时间里头，因为工作，也因为中国对这个宗教的氛围不是非常的友善。所以我在上海的这段时间里头，我只能断断续续的参加华商团契的一些活动，
回到台湾之后，在我的太太逐步的引领之下，我又回到了团契，回到了教会，又开始有规律的灵修生活。现在的我虽然行动上面有点不方便，讲话有一点点不是很清楚，但头脑非常灵活。我不知道主对我有什么样大的作用，但是我完全的信服于他，而且我相信他也会继续保守并带领我，在未来的人生的路上。那我相信我的人生能够再一次的由黑白变成彩色，全都是因为我的主耶和华。阿门。感谢主啊！那志伟兄在后面可以来哦。好，我们把荣耀归给神啊！然后我们志伟兄来祷告哦。志玲老师有在这里吗？没有哦。我们求主帮助我们志伟兄一家都要蒙福，因着志伟兄的信仰，然后我们能够继续不断见证神的荣耀哦。这是我来报告，请咱先开酒无。后礼拜刚讲事况，请咱一个刚刚来注意时间，就袂人数甲方面，请咱来看。本会消息第一点，咱教会3楼整建工程进行期间，请兄弟出教会来注意家己的安全，继续请为个工程顺利来祈祷。第二点，后主日是联合礼拜，也要邀请杨培华弟兄来分享见证，还有邀请朋友做伙来听。然后教会有准备爱餐，请咱家己准备满地。第三点，今仔日下晡1点要调开幼儿园董事会，会后要刷咧开小会，请同工有热心参加。第4点，后主日下晡1点调开营地的中职会，请同工有热心参加。第5点，教会定伫12月14号下晡3点到5点半举办爱无限福音大会。咱要搁一摆来邀请诸位朋友甲无朋友，请兄弟继续为着今年福音大会关心、来到甲奉献。第6点，明年度的礼拜献花奉献已经开始，邀请兄弟到公宝嘛登记。第7点，请要买圣诞歌的兄弟到公宝嘛登记。只要18块，咱要登记到12月8号。第8点，儿童主日学课程对明年开始内容甲时间要来做一个调整。这个内容就是9点半到11点10分，然后有一个儿童的体育班；11点10分到11点半有儿童的诗班；11点半到12点20是主日学文班。请家长带囡仔准时上课。咱校长吼真正做用心指引，即事真正做用心，邀请到因校专业的老师要来帮忙。因为设计即个儿童的体育课程，主要准备器材，所以咱教会会出过一个 QR code， 咱若要报名，会使用手机来扫即个 QR code， 会使来事先来报名。第9点，教会要定伫12月21日晚会。暗会结束以后，要举行报佳音的活动。对今仔日开始到12月15，每礼拜的花艺礼拜结束了后，12点45分到11点15分，礼拜堂要来进行圣诞报佳音的诗歌团练，邀请兄弟做伙来参加。第10点，中会内涵鼓励会友签写个人资料同意书，鼓励兄弟配合填写，请会后用简述来单来填写。最后咱要请教防长乐来补充报告。各位姊妹大家平安，我代表团队社区组甲大家分享吼。
咱后礼拜开始会进入到咱的迄个大港节啊，对无？所以是整个的圣诞月就对后礼拜开始啊，所以咱今年圣诞的活动虽然无亲像旧年、前年安尼遮尔闹热啦比如讲咱无办园游会，但是咱的活动也是真济也是真丰富咱也会当看到咱的活动，会当知影讲咱真济活动拢是针对外口的人因为咱教会毋是要伫咱教会家己咧庆祝尔，咱要甲这福音这欢喜传播互咱的社会人所以咱的迄个宣传短影做好今仔日咱拢业伫咧周末会当摕出来看我来向大家说明一下第一，咱来看即张宣传单即张宣传单先爱讲的讲有一个所在是写毋对的伫咱的正手面顶悬迄教会下底的电话是毋对的啦不过这应该是无影响到整个的宣传单。如果你也要摕这个宣传单去互人的时阵，这电话要甲划掉这电话是毋对的啦因为即摆人足少咧敲电话所以阮咧看的时阵咧写的时阵写去了无注意去看这是我较疏忽的所在所以电话是毋对的总是规场的迄个活动是对的会当摕出去牵人会去牵人迄个宣传会当做宣传咱来看即张伫12月初1的时阵就是后礼拜的主日咱后礼拜是联合礼拜所以每一人拢是9点半来遮做礼拜。咱有名人讲座要邀请袁培华弟兄来做见证伊是一个福音的音乐人所以可能伫咧过程中间，伊会当分享伊的见证，爱当唱诗歌同咱做伙分享这会当邀请大家人来特别讲咱也有一寡贝斯手有一寡厝边对音乐有迄个有兴趣的会当邀请来12月14的时阵下晡3点咱有福音的布道会我毋知影敢即摆佫有名额无若准有一寡无道的朋友，咱是针对无道的朋友如果你也有一寡无道的朋友，也是讲你有一寡亲人，你感觉讲你足想要甲福音传互伊的时阵请你来报名啦。但是我毋知影即摆，因为咱将遮的无道的朋友当作是咱的宝贝所以每一个人拢有每一个人的位，每一个人的礼物这拢爱先事先准备，毋是讲我来就刷，我来就会使，毋是遐特别去准备的。所以如果你真正你有迄个心要邀请你的朋友还是无道友甲邀请伊真正愿意来的时阵请甲咱的迄个干事来报名，还是甲牧师来报名看有迄个位通互伊通坐无有足侪人会来进入来关心伫咧12月14下晡3点咱内容有一寡见证分享诗歌佫有一寡食物件彼此通过一寡福音性的活动，会当互无道的朋友会当体会着讲咱的上帝是啥物怎样的上帝然后来到12月21的时阵12月21的时阵下晡5点无伫咧这顶悬无伫咧这顶悬，因为这咱要办一家一菜我足怀念咱进前是一家一菜，一人准备一项菜咱来伫教会做分享这可能佫过几礼拜迄个桂珍后礼拜桂珍执事伊就开始会迄个互大家去填名单、写名单，讲你要准备啥物款的迄个菜来向大家分享迄个12月21的下晡5点到7点的时阵咱共款有暗会咱共款有暗会今年暗会除了有一寡表演以外重头戏咱要邀请卓牧师来甲咱做见证你嘛看卓牧安尼伊是捌上电视台伊迄是伫真情部落格捌访问过咱就用用伊的见证来做咱的暗会暗会了8点半，咱有要举办迄个报佳音的活动所以今仔日开始迄个敬拜团开始咧招募同工你毋茫大家若做有对迄个报佳音有兴趣的欢迎来做训练咱
做一寡快闪吼，快闪是安怎？毋是安尼行安尼唱歌，当然咱行路唱歌唱诗歌有啦吼，但是咱会去到人较济的所在，突然间出现，出现了吼，咱伫遐表现15分钟的表演的节目吼，所有人拢就即块吼，15分钟表演了，煞就走迄个快闪啦吼，过来的位吼选定过来为要做这活动吼，这需要大家兄弟姊妹做伙来参与吼。做伙来佚佗啦，甲当作佚佗嘛好，将福音传播互大家人吼，大家拢做成真快乐吼，这快闪吼。12月22有迄个圣诞赞美礼拜吼，圣歌队即马有真济的团练吼。礼拜煞有爱餐了，大家毋通离开。迄天的下晡吼，咱有一个天使任务的大挑战吼，迄就是其实进前的迄个爷孙同乐会啦吼，咱遮上人应该知影吼，迄个吴老师吼，要来带咱迄个爷孙同乐会吼，之前咱捌伫遮办过一遍吼，做老热的吼，爷孙同乐会毋是惊要互老人囡仔尔吼，咱所有教会每一个人拢会当参加吼。特别我阁有邀请徐老师，就是较早咱伫咧报告的时阵讲，明年的主题2对无？主题2要变化对无？变化要邀请一个徐老师吼来带咱的儿童体适能吼，伊嘛要来做伙来咱遮做伙办这个活动吼，所以这应该是会当邀请社区的人吼，所有人拢会当进入来做伙来参与啦，做伙来佚佗吼。通过圣诞节，大家真欢喜的节日下面吼，将福音吼会当分享互咱的社区的亲戚朋友吼。伫12月24的时阵吼，下暗8点的时阵，咱有一个平安的礼拜，平安眠的礼拜吼。这是咱对上帝吼，咱对上帝的一个搁一遍的迄个搁一遍的决志吼，搁一遍来到上帝面前吼，算讲咱耶稣出世，咱带咱的心来奉献着上帝，这是一个真重要的一个礼拜吼，希望咱大家拢会当来参与吼。以上补充报告，多谢。关怀内底的部分，后礼拜11月30号下晡2点半，分会举办到个别室，是杨总以上的11月14日，按照主办，要伫遮办个别室，伫厝里疗养甲带伊，自行咱请咱家己来继续关怀内底，继续有着到回1楼甲3楼礼拜堂的整修的奉献内底。奉献的报告的部分，请咱家己来注意，小弟若有应答，请来会地也是出咱来反映。今仔日敢有新的朋友来到咱。安尼，咱即摆来读本周的经文，马太福音10章第9节，马太福音10章第9节，做来读。上页，咱即摆来因上页的信息511首，而乐上帝至短至尊，请你来传授。主耶稣基督的恩典，特别上帝的疼痛、圣神的感动，甲恁众人三甲地地对即时到永世代无尽。阿免。
他以为要考试了啦，他要考试。